俗勢用已能壓到我，但你是最熟又最親那個，卻不信我，至少聽聽苦主想講什麼。願你別馬上踢開我，用最毒說話如子彈衝擊我心窩。想殺掉我，請先答我為什麼？只恐看見不祥的你，我眼淚變成河。我千錘和百煉，弱點不算很多，但脆弱處獨你可撫摸。